耕地，无论妇女或老人，它方便灵活，好操作。地形，不管丘陵或高山，它威力无穷，显神威。敬请收看《崴发明耕田记》。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是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县城，是很多农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。这些年，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，村里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妇女，耕地变得困难起来。此时正值农忙时节，地里的农民都在忙碌的劳作。记者在路旁看到了这样的一幕。您多大岁数了？76了。您76还能干活呢？那不是咱个还能干？您这个机器是什么机器啊？这个耕地式的，这就是我那个朋友发明的。你朋友发明的？给你的？给我的。好用吗？好用。他说是就对叫我试试，说你那么大年纪了，看看能行吧？我试着以后很方便。很方便。又轻便。我现在买个大手扶，我走不了。你这我这个体格是咋个样？你看看。这个腿再往上3提是吧？在家里一般种多少地啊？种了咱们种了，咱们在那20来亩。20来亩。都是您自己种的吗？都自己种，我不找人。都是使这个机器？都是机器。这位老人使用的是什么工具？竟然可以独自完成20亩地的农活，一一比重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崴发明》。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，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，欢迎彭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哈。刚才节目您也看到了，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哈，一个人在地里干农活。我觉得本身70多岁高龄还能干农活就非常了不起，身体很棒。另外他的工具也相当了得。你想，跟另外一个场景相比，那么多人年轻的这个壮劳动力在田里干活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那据大爷自己说呢，他是有一个机器在给自己干活。我觉得这个机器应该是非常的神奇啊。应该是一个小巧的耕作的机器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发明——微型耕田机是怎么样帮助大爷来干活的呢？手扶拖拉机一直是农村最常见的耕地机器，可因为它十分笨重难驾驶，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每次耕地的时候累吗？挺有劲儿的是吧？老乡，我刚才看你开咱这手扶拖拉机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流利，你是不熟呀？我是。就算开的挺熟的了，刚才是吧？太熟了，开了10多年了。有10几年驾龄的农民操作起来都这样不易掌握，人工又费时费力。究竟要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呢？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一个人。发明人张作坤，发明项目多功能微耕机。节目开始时，那位老人使用的机器就是张师傅发明的小型耕地机。多年来，耕地的困难让同是农民的他感同身受。经过多年研究，他口中轻便且功能强大的机器诞生了。它这个叫微耕机，它就代替手扶了，它比手扶轻，而且呢，它还有很多功能。我们现在主要开发的就是旋耕和起垄。这个一般的地块我们先旋耕，旋耕完以后呢，它这个土质比较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起垄，起垄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垄宽和垄高都可以调节，老百姓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张师傅发明的微耕机体积小，重量轻。平地上靠前侧的2个轮子前行，耕地时将轮子卸下，根据需求更换不同的刀具来完成地里的农活。这相比手扶拖拉机靠牵引力带动犁来前行，使之作业存在很大的区别。微耕机配有2套刀具，可以分别完成耕地松土和起垄这2项最重要的农活。看起来轻巧的机器，实际效果如何呢？
毫无耕种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下。这次可以了。还行，比我想象中的挺稳一点。然后我要站杆的话，虽然记者从未干过农活，可眼前经过张师傅简单指点过后，记者也能独自前行。记者操作的还算顺手，可是这小小的机器虽说轻便，但各项性能都真的能赶上手扶拖拉机吗？记者决定去找村里的支书，给我们推荐一个耕地高手，来和张师傅比试比试。有一个，就是吧。约好了比赛场地，两队都组织了大队人马前来助阵，浩浩荡荡地走在田间。有信心。觉得咱们这个手扶厉害还是微耕机厉害？咱这是倒毛的车油机，他那微耕机能溜溜吗？溜不溜呢？咱们一定能胜。咱那手扶厉害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后面就在那嘛。啊，那这老乡呢？肯定手扶厉害了，他们还肯定比不过我们。崔师傅这边信心满满，显然对要挑战的微耕机很是不屑。哎，张师傅，咱们这要比赛去了，你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哎，没问题。我们这个微耕机，除了操作灵便，而且它这个效率非常高，一比它就输了。啊，那这老乡，这是你带来助阵的？对对对。老乡觉得咱们这微耕机怎么样？没问题，这东西我试过，非常轻便灵活，打败他们是绝对没问题。那这老乡呢？你用过咱微耕机吗？这个我一学就会，这个我用过，手扶车我没用过，我不会。那你觉得这个能赢咱们是吧？我觉得这个肯定能赢。记者选好了一块长约50米的平地，两人的大战即将上演。到了我们的比赛场地，我给你们两个人各准备了5种地，这个宽度，你们看看在同样那个范围之内，你的速度和效率谁更高？哎，小意思，这题我一下就解决了。哎呀，我不服呢，咱这大毛的柴油机啊，保证给你快。都没问题的情况下，咱们现在开始比赛。行，好，来，咱们先比赛第一项。啊，耕地全耕啊，来。咱们这边是需要换两个工具。对，我们要换全知道。手扶这边就1个工具就行了。换好刀具的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出发了。才走出不到20米，驾驶手扶拖拉机的崔师傅已经明显有领先的趋势。这边的张师傅虽然有些出师不利，可看着飞扬的泥土，机器似乎威力也不小。再看耕过的地面，张师傅胜在宽度，崔师傅快在速度。比赛进行了10几分钟，两队距离越拉越大。张师傅平稳前行，不慌不忙，看得记者都为他着急了。而那边崔师傅越干越顺手，不知何时脚下的步伐也不自觉地由走变成了小跑。再看前面耕过的土地，明显干完了大半，显然和张师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给崔师傅助阵的乡亲看得热情高涨，似乎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微耕机难道就这样经不起考验？咱们张师傅可是必须要加速了。看着张师傅此时的速度，前来观战的乡亲泄了气。眼见崔师傅已经开始冲刺，微耕机真是彻底没希望了。哎，张师傅，咱们现在输了呀，人家是5垄地全耕了，咱们2垄半还没到。你看他那边不都还没耕吗？你看这数。这会儿是吧？啊，对呀。那咱们那你看我这个好，我都耕到闲了。
是吧？他这没耕。此刻比赛结局已定，没有耕到的两侧空地像张师傅忽然抓住的救命稻草，难道崔师傅偷懒了吗？我问一下，您这剩那块是忘了吗？不是忘了，他就没法调，调了多的地方，找不来吃了，就只能干这么大。你平常这块是怎么解决的？然后用锹给再破起来。那咱们那边也是，这个矿的边上也是没耕到。那你不能超过耕啊，这不那规定的嘛？那也只能得挑土。就是一般。手扶拖拉机因体积大，一直存在田地两侧无法耕种的问题。那么张师傅的微耕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看看咱们微耕机啊，微耕机这边它真的就到了。你看进这边明显，人家就这边就没问题。你看我这个正好到线，是吧？我一点都不长。但是你速度不行啊。哎，我这个速度虽然是比你稍微慢一点，但是我们跟那个质量比你这个好。你看你这个质量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多平啊！我们看崔师傅这个质量，就是有挺多那个像土块吧，这个都是。对，你看它土块有种什么是吧？是吧？都土块。哎，你们这现在一片一片全都是土块。对，它也不平整，它电水也不平整。你看我这个多平整，是吧？现在咱们看看这边。对，你看我这个多平整。张师傅这地儿就特别细吧，这边有那个土块。对，你看我这个质量多好，是吧？对比看来，果然微耕机耕过的土质细碎，而手扶拖拉机耕种的地面还存在很多明显的大土块。我还发现了一点，就是我看你这边看起来就是黄的一片，对，这边好像有那个白色的。对，我们这个旋耕的时候吧，我们就把这个地嘛就旋到旋耕道上了，就旋上了。那时候把旋耕道那一堆进去了，他这个人你看到了吧？地嘛都他在地了，他都不是。明显看到这里有这种白色的地膜。看来旋耕的方法在翻地质量上确实占了优势。放眼望去，手扶拖拉机耕作的地里，白色地膜随处可见。你们的地膜都是这样吗？都是这样。你们怎么处理的呀？一般不处理的。你这个不处理肯定不行，它这个种庄稼影响种庄稼，你这不多少啊。那这场比赛咱们种地的话，还是应该咱们就是从速度来讲，咱们推着好，从质量来讲，您的好。肯定了。但是你虽然质量好，但是真的还比你快了1倍。这个倒是什么？但是呢，我们这个质量没太好。那从速度来讲的话，它快，质量你快，那这轮也就是不相上下呀。这轮应该差不多。我感觉我们这个应该更的好。更的好。我们更的好。那更好，咱再比一下。要再比的话，我们比其中我2笼就不太赢了。2笼。2笼就不太赢了。咱们这边有问题吗？2笼。我这咋？哎呀，那不可能是这。来，咱们就。此时，张师傅显然不服气，准备用2垄地来比赛7垄。之前速度明显落后的张师傅，这个决定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咱们开始好吧？准备开始。记者话音刚落，崔师傅就马上出发了。张师傅这边因为要换上新的7垄刀，暂时留在原地。来助阵的乡亲神经马上跟着紧张起来。那边崔师傅已经往回返了，张师傅还不出发。上一轮快了1倍的时间，这一次岂不是更要落后了？师傅，咱们得快点了，人家都回来了。大不了，不行了，咱们得挺慢都是。没有名字啊。左边崔师傅开始走第3趟的时候，张师傅伴着乡亲们的加油声，终于出发了。刚一起步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和上一场比赛正好相反。微耕机这次飞快向前，脚下已经明显出现了1垄地，而崔师傅这边来回快3次了，怎么一点没有垄的影子？不会是机器出了问题吧？张师傅遥遥领先，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围观的乡亲释放了上一场的压抑情绪，高声欢呼起来。
我赢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重了，那你这个，那我这个他这个兄弟不行。你看看你这个。1勾都不打起，你看我这2勾打多好。那我打10厘，你打1厘呀？我这不就技术活吗？你看我这技术我成型啊，那我得10套才成型啊。你看你输了吧？待会儿输了吧？这边是1笼都没打成。哎，我这一边没打成。是为什么呀？我看你来回来好几趟呀。哎，我已经太着急了，我看这打起来了，太着急了。你这个起笼是什么样的程序？是几次呀？我看你来回有3次。第4次才成型。你现在就是已经3次还没成型，还得来1次。还得来1次。你这头上汗也挺多，还挺累。这个太白了。还是您这边看起来轻松点。对呀，你看我2笼打起来了，我也没淌汗，是吧？啊。嗯。那你现在这边我看还质量还挺好。我这个打起来以后吧，这个钩比较饱满，比较平。那咱们这边钩打成什么样啊？他这个效果不行，他这个他就是再给他一场他也不行，他这个质量也达不到我这个质量。哎。哦。嗯。那这么着，你给我打出来1条钩，我等你点时间，我看看你们质量怎么样。比赛双方互相较劲儿，起笼效果能否拉回比分？丘陵耕地高山开荒，灰耕机如何面对层层挑战？请您继续收看《崴发明耕田记》。为了比较起笼的效果，记者决定请崔师傅接着打出1条笼，看看质量上微耕机还能占优势吗？打好的了，这就新的了。那你看你这质量跟我这个质量比较。啊。这不错了吧？用微耕机打的笼，这是用水库打的笼。哎呦，我是不错的。你这个明显看着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你不是不是吧？不是，咱这微耕机好啊，这是。哎，那是微耕机不行了，那是4次嘞。你这到这头你还得修整才行。还得摸弄啊，还得别敲，还得不用摸弄。咱这是我第1轮比赛咱算平，第2轮比赛咱算平。他绝对输了，我赢了。这个地太平了，对我还是不太公平的。不公平。哎，我给你去找一个丘陵地，找个丘陵地，我们上那边上去平，他恐怕连上都上不去了。看那个地方都是，那个地方也都是在那个地方。崔师傅去丘陵地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哎，他连上都上不去了，他没问题。咱去试试吧。那我这大毛的就上不去啊。哎，咱试试就知道了。显然，刚刚比赛的结果让张师傅有了信心。为了证明自己机器的实力，他立即约好了去丘陵地进行比赛。发明人所在的莒县，大多数地形以起伏不平的丘陵为主，这样的地形条件也是促使张师傅发明机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丘陵地块多狭小且道路崎岖，耕地的机械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。张师傅领队带路，载着我们停在一片丘陵地前，这样的土地明显和刚刚比赛场地存在很大差距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典型的丘陵地。这种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哦。那个今天中午那块地呢，对我不太公平，因为那个地太平了，哎，我有一些劣势。但是我今天下午找这块地呢，它效果非常好，我们就准备上有人的那个地方。有人那块？有人那个地方，我们要去比赛。然后呢，那上面有块地，我们要上去耕，我可以很轻松的上去，这个手扶车就不行了。崔师傅，你觉得他说这个？我不服。我这大毛的拖了机，那都了不了拖吗？哎，肯定不行。到时候我上去咱看看吧，好吧？好吧。走，走，行行。不知是急于到目的地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张师傅飞快地走在前方，完全不理会被自己落下的崔师傅。张师傅选的这块丘陵地倾斜着大约有几十米的路程，其中可以人行的路线十分狭小，对于大家伙手扶拖拉机确实有些费劲。看着崔师傅艰难上行，记者几次上前都想要帮忙，还是被嘴硬的崔师傅拒绝了。
个上坡的弯道，意外出现了。哎呀，啥不了，他这个路太压油了，真的。不行是吧？我说你不行啊，你确实不行啊。哎呀，你这样的路你肯定上不来。你看我们还挺早就上去了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使拖拉机摔翻在地，机油散落到田间。哎呀，咱俩地方怎么能上去啊？上不去。你看。那行，你不输吧？你不输，咱就算了，这个你不用比了，是吧？这效果已经很明显了。治不了。还跟过这么高的地吗？没有，没走过这个地方。大多都是平地是吧？哎呀，再试一试。行。哎，你刚才都用油了。哎，还学不会？我们试试。好，你再试试。看着张师傅有些得意的脸，崔师傅明显觉得丢了面子，马上决定再来试试。不行吧？就是不行啊！哎，这机器真没有。哎，治不了。不行啊！这一次地里的苗被压坏了不少，地膜也被撕碎了。我看你机器也水毁了。那你那我不服。我看你是怎么着？我得去找块地方，或者往里比吧。这个地方还不能证明吗？不能证明。哦，那现在还不行。那你还有哪个地方？你找着我再去说。我找那个地方就行。哦，那行，那行。这机器现在是不是坏了？那肯定坏了，它水坏了。这水坏了。水坏了已经。哎，就是我说它不行，它就不能上，它飞不清。哎呀。张师傅在此时难以掩饰得意的情绪。比赛还没进行，对方工具就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，自己工具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场比赛还没有进行哈，我们这个常见的手扶拖拉机就不行了，因为它这个地理环境是丘陵地带。我们知道，对于丘陵地带不平的这种地方，要用这种机械这种农业是很难实现的。对，但是它的微耕机呢可以，在这儿呢我做了一个微耕机，把它的功能基本都能够展示在这儿。哎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它这个两个轮子的间距不大，整个这个机器也不大，所以手扶拖拉机都过不去的地方，它就可以过去。刚才我们看到第二场比赛虽然没有进行成功呢，但是可以看到在丘陵地带实现这种机械农业的一个希望，就是它这种微耕机的出现。那么这个微耕机它具体到底怎么工作的呢？我们还要继续去了解。两位师傅似乎较上劲儿了，20几年手扶拖拉机的经验，让崔师傅很难轻易承认有机器优于自己的这个老朋友。快到了，前面那啥就啥。咱们那啥。啊，对。哦，是上水路啊。能行吗？你那记得？啊，没问题，我这有微耕机，什么也没做。眼前这座山目测有400-500米，仔细看去，山间的确零散分布了不少地块，而崔师傅家的田地竟然就在其中的半山腰上。这样陡峭、石块嶙峋的高山，微耕机真的没问题吗？好了，好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守在山脚下，记者为张师傅，更为即将一同上山的自己紧张起来。这个板还有啊？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地方这个土地高度啊。我试试吧。好的啊。这还能侧着轮子上是吗？哎，对。路非常陡啊！来，你在前面帮我领路。啊，你在前面领着。上山的路面比想象中还要陡，张师傅推着微耕机出发了。行走时，记者不时弯腰，生怕不小心脚下淌风。这个下面也有地吗？现在把还有人地。脚下的山路十分陡峭，这样的地形很难想象当地的农户是如何耕种的。
行太不好走了。这样走累吗？哎，还可以。我头脚也能走啊。哎。看这。稍等一下哈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以前这机器适应过这种环境吗？这种环境倒是没有实验过。对你来说是挑战是吧？也是一次挑战了。但是我相信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这还行，怎么现在感觉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。一会儿就到哪了？好。好，咱们加把劲儿。哎，就到了，这是你的营地。这是我的这好的机器什么了？我开不了了。那来，咱先过去，好吧？来，好吧？不要，我带你上去。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。来，给我打针。哎呀，慢点啊！对，放开了。好，到了。这2块地就是你的？哎，对，2块，他这一块都是我的。哦，你平常怎么种的？有时用锨、圆刨，这我不许种了，开不了。那你看这个地方这么陡，我都能上来，你服了吧？行，我就是验证，你这个机械都你行不行啊？啊，那你把刀拿过来，我去检试试。你看看。好，咱们来试试啊。好了，有吧。为了让崔师傅完全心服口服，张师傅决定给这块以前完全无法机械化的土地开荒。这是没开过的地吧？哎，这个地应该没开过，我们开。哦，怎么不开了呀？哎呀，太阴了，这地方。张师傅的机器刚一启动就似乎不妙。下面开始野菜，拨上2回到10度。有问题吗？你拨上2回到10度，它不行，它不能办。重新调整，张师傅再次启动了机器。硬吗？硬吗？还可以，非常硬的。由于石块很多，机器的轮子几乎悬空地表，无法深入地面。这个石头。哎呦，你这怎么起锅了？这个里边有大石头。我再试一下。你大石头都不行？哎，对。你当时遇到这个问题了吗？这种地很少有这种地，这都放弃了，不种了。原来这种不能烧的。我给你们验证，他这个机器的威力。好，咱们再来一个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可以吧？你看这个效果。还挺不错。我真没想到。这一块大石头。才走了几步，机器又停住了。哎呀，拿着。这好像不太顺呢。机器连续熄火，让张师傅有些措手不及，无奈之下又启动了机器。石头，你讲，这个石头不错啊。家务必须这样子。这次的情况看起来还是不好，和之前在平地旋耕相比，此时的张师傅明显不算轻松。微耕机在张师傅手中剧烈颠簸，歪歪斜斜的，根本无法平衡。石头太多了，我就很难扶。但是它这个石头多了以后吧，它就把机器憋实了。我这石膏，我得能使劲，我都能拔动它，能跑动。确实有点问题。刚才这个有点失控。你是不是得下一步这个马力上还得加大一点就好了？是马力的事吗？可能是马力有点问题，不过不行，我得回去研究吧。微耕机虽然可以上这样的山，却对付不了这满是石块未开荒的地面。意识到机器本身的问题，张师傅不得不认输。险峻地形，机器大显神威。
呼吁意外如何解决？人机大战即将上演，发明人能否自如应对？请您继续收看《崴发明耕田记》。如何改善土质坚硬情况下的耕作问题呢？张师傅决定给机器进行改造。几个月后，改进的第2代微耕机问世了。这台发动机就是我们改进后的发动机了。它的这个功率提高了。原来原来我们不是6.5吗？手扶车是8马力。我们现在是9马力了。9马力，那就是大于手扶的。对，而且呢，为了提高它的使用寿命，我们还在它的空气滤清器这块做了改进。我们现在效率也提高了。因为发动机的功率增大了以后呢，它现在动力大了，效率也提高了。我现在这一台机器呢，可以相当于10个人的劳动力。改进的微耕机在提高马力的同时，对空气离心机进行了改革。原有吸气口朝下，耕地时大量飞扬起来的尘土被吸入发动机，严重影响了机器的寿命。改进后的机器加高发动机空气吸入口，使发动机吸入的尘土量大大减少。提高马力的同时，也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提高了2倍。现在我们这个机器改进以后呢，除了发动机的功率加大了之外，我们这个道具也进行了开发的调整。它这种挖到如果遇到石头以后呢，很容易被卡住。而我现在拥有的这种，它叫日钩的。它的一个特点呢是可以更很硬的地。机器的这次改进让张师傅非常满意。为了向记者证明这次的成果，他特意让我们找一块坚硬且布满石块的地展示起来。那个石头都打碎了。这地方。这个就是因为这里刀它会直接根本过。那就把它过去了。你看，被刀接住的地方都打碎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都被刀划的。第2代产品果然不负张师傅的期望，记者设置的坚硬石头，有的刮上痕迹，有的被硬生生的打碎。看来马力增大后，全耕刀又换成深耕刀，确实显威力了。微型耕地机呢，应该说它的改革已经完成了。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行我们经常要进行的一种比赛了，就是人机大战。就看看人机大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虽说微耕机各个方面已经领先手扶拖拉机，可效果能否如发明人说的一台机器抵10个人呢？记者又一次找到了村里的张书记。由于上次比赛的失利，这次的地点张书记选定的更为谨慎，而这次张师傅的机器要经受更多人的检验了。张书记，我不是跟您说让你带10个人就够了，怎么带这么多呀？对，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团队人，一共来了50多个。听说这个微耕机很厉害，他们都不服，都想来今天来挑战试试。然后都想来试试吗？不怕，你随便挑什么玩意儿我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去试试吧。好，人人比试。来参加比赛的人还真不少，听说一个小机器可以赛过10个劳动力，乡亲们显然十分怀疑。看着往来的老乡，记者决定开局就把人工队的人数做个调整。张书记，你为什么选择今天的地块啊？是的。因为大棚地吧，因为它地面硬。这个不怕，我们这个现在马力都加大了，跟手扶车一样大的马力，再硬我们也不怕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来比赛一下。好的。你原来跟我说的是10个人跟咱们微耕机。对。那咱们我给你加点人，加到15个人可以吗？10个人我试过，15个人我没试过，不过也可以，没问题。没问题是吧？对。那咱们这边出15人，我中间这围界，所有2块呢一样大小的地，咱们就完成耕地跟起垄，咱们一起干完。好的。看看谁的效率高，然后质量好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咱们准备。来，加油！好，开始了。开始啊！来。比赛刚开始，人工队选出的15个人就拿起手中的镐头开始耕地，张师傅这边的机器也顺势发动了。大棚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是很难耕种的土地，常年耕种，再加上大棚里燥热的温度，使地表相较于普通的土地要硬很多倍。手扶拖拉机无法行驶进来，人工操作也觉得比平时的耕地相对困难得多。
比赛开始不一会儿，张师傅已经冲锋在前。行，那再挑10人。对，你再挑10人。规定的2块地还未完成1块，张师傅反倒为人工队着急起来。第一次尝试1比15的比赛就有这样的优越性，张师傅真的可以应付25个人的比赛了吗？人工队的阵势此时尤为壮观，张师傅也不敢放松，微耕机在地里快速行驶。咱们地好高吗？哎呀，不高了，太硬了。太硬了是吧？那你看我们这个小机器微耕机怎么样啊？这水机看见还好用是吧？看起来挺好的。合理还大啊。咱们地怎么样呀，妈生？太硬了。啊，那你看看我们这小微耕机怎么样？感觉？哎呀，这是太厉害了，还是机器好啊？啊，还是机器好。你觉得咱们这个比赛谁能赢？老乡，哎，你这机怎么样啊？还是你们不对了，拉不动，硬是吧？那你看咱们机器怎么样？机器好啊，还是机器好是吧？那你觉得是他赢还是咱们赢？我觉得还是机器赢。还是机器赢是吧？咱们这边自己先泄气了是吧？乡亲们已经陆续有人开始怀疑自己队伍的能力，25人的比赛看起来也不算乐观。这个地太硬了。不知道这有点太硬了，对机器有力，对我们人没有力啊。是，因为说用完了。硬是吧？啊，对啊。我要求咱家16人，到40人行不行？40人行。我说你给没问题。那行，咱们，那你再挑40人。人工队速度难以提升，无奈人数提升到了40。现在速度明显领先你们了。我这个不光是速度快，你看我这个质量也比他们要好得多。你看看我这个质量是个什么质量？你看他们这个效果是不是？这个上面是石块还是什么？是土块，还没打碎。没打碎是吧？对。你看我这个效果，你看我这个。土质坚硬的地表被机器打得很碎，人工完成的相比就粗糙了很多。他硬归他硬，那我不服啊？还不服？还不服啊？我找他们商量商量，找个别的地方试一下。我看上高原的地以后有那么矮，这次以后那么矮，我看他也很难的。我要求再叫4个人，都50个人，你敢不敢？50个人有点多，不过试试吧。
它具有很高的承载能力，能够抵御外界的冲击。哦，厉害！它们貌不惊人，却有着不可小视的能量。敬请收看《崴发明》，迫在眉睫。比赛的结果让张师傅十分满意。40个人的比赛，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于是老乡下的新战术，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。虽然嘴上不认输，可为了迎接50个人的比赛，张师傅还是趁书记找人的时候找了块地，提前演练了一下。你这次功能加的挺多吗？哎，加的非常多，现在农活一般都能干。好了，你看这草就吃掉了吧？好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出回来这草就都死了。看起来除草的效果并不算好。我们正常如果要是。它只能连根拔起了。它现在就是连根拔起，但是上面还是挺乱的。对，因为现在这种草呢太高了，所以只能连根拔起。不知是否如张师傅说的杂草太高的缘故，显然地里除草的情况并不让人满意。真正比赛时，不会是眼前这样的结果吧？犹豫再三，为了不出现意外，张师傅决定赛前还是去果园实地演练一下。到了果园，眼前的情景让张师傅颇为惊讶。原来下战书的老乡们对于即将开始的大战也都悬着心，这不也都在这果园里提前练习呢。看着地面情况，似乎也都干了好一会儿。事不宜迟，张师傅马上发动机器。果园通常是很难完成机械化的地方，树枝浓密且十分低矮。不过发明人的速度看起来还挺快。哎，这边怎么了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地上了！这机器，这怎么起火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用到它，哎呦，都急了，我这有点着急。你腿怎么了？腿这个不要紧。哎呦，这裤子怎么破了？裤子都不是紧了，急了，这有点着急。你是怎么着？他就刚才前面这个地方不是过不去吗？我又过到当回来，这不是正好一声我叫这个树枝一挡，我这个憋住了。我亏了我这个熄火我闪得快，要不的话这个机器过来就这个就麻烦了。你是说倒档的时候？哎，对，用倒档。一倒档就。哎，主要我太着急了，原来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今天就是太着急了。我一看，差不多。你这个安全性还原来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原来没有。今天就是太着急了，在这个树空也太低了。那你这安全性还真。让他继续比赛吧，算了，不比了，我回去再研究一下。如何改进机器的安全性呢？张师傅知道机器不安全，效率再高也没用。那么这可怎么办呢？张师傅不得不又钻进厂房开始研究。很快，改好后的机器又摆在我们面前了。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成功了。安全性问题解决了。哎，对，我搞了很长时间，现在终于成功了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一个吧，我这一个，我这个机器要是向前倾斜45到60度的时候，它就自动起火了。这个装置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装置。针对车子倒档时发生危险的问题，第3代微耕机前后都安装了安全保护装置。前方的装置可以上下移动，保证车子在倾斜45到60度的情况下会自动熄火。而后侧的装置安装在2个扶手中间的横杆位置，一旦与人的身体接触，机器也会紧急刹车。2种装置双重保护，让车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安全。为了避免再出现危险，记者决定检验一下新一代机器的安全性。我准备了一个假人，咱们试试在假人在你倒退的情况下，这个假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？好的，好的，好嘞，好，现在我们试验一下啊。就是人你在劳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是可以瞬间让它停住的。对，如果我在后倒退的时候吧，如果后边有障碍物，我
没有办法再往后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机器这个地方碰到我了，它就熄火了。紧急的刹车。它就马上就熄火，就非常安全了。无论是我们在使用道的时候速度快与慢，都不至于出现死亡那种危险事故了。那这么着，既然后边这么好用，咱们试试前面，看看，比如说前面我遇到石头或者碰上了这样的情况，咱们有没有危险，行吧？来，还是我来试验一下。好。看这个啊。在前进的情况下。好的。好，开始了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样说，前面一旦遇到了有石块呀，或者是有什么危险的时候，它马上就熄火了，也是可以紧急出动。安全性测试的结果大大增加了张师傅的信心，只要除草的质量也能领先，自己全胜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再次重新约好了比赛的时间和地点，微耕机和50人的大战即将上演。乡亲们的数量逐渐壮大，每个人扛着工具，十分有阵势的组成了一大队。远远看去，发明人推着微耕机显得人单影只，加上之前测试除草时不太成功的经验，记者都替张师傅捏一把汗。果园啊，对，这草还挺高。你们队没问题吗？啊，我们今天50个人做了4个人，今天肯定没问题，肯定能赢。那咱们张师傅呢？我是这个好很多，而且这我呀，素质太矮了。太矮了。那你觉得有问题的呢？我这机器在里边有可能不太流畅。啊，你担心这个？对。那今天没问题吗？比赛？应该也没问题，我试试。那咱试试。那咱们怎么比？你们觉得合适吗？一个队10颗。一个队10颗。一个队10颗是。那咱们这边10颗可以吗？那肯定不行，我机械活我必须越多越好，至少是500克。就今天10颗算啊，至少50。安全性没有问题，除草的质量又重新成为张师傅担心的关键。行吗？咱们这一侧呢，用咱们的机器，这边咱们人工，咱们就20棵树往前数20棵树。每队分别给20棵树除草，在质量和速度上一决高下。每数20棵树，来，咱们开始，比赛开始。50个人简单分工，5人1棵树，排开阵来。虽说微耕机已经很快了，可是谁能胜利还很难说。相比机器，人在果园里确实有些优势。您看看我们这2队这样除草，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？除草都给咱试验一下，好吗？咱来看看这个。除了这个怎么样啊？我这个加上卡的话以后确实不错。确实不错，怎么不错呀？你看这个草子打在土里面了，打的比较碎。这样的话以后即使一是土壤以后保了伤，再一个呢以后就是还增加了肥料。那加上卡的话效果挺好的。你挺满意是吗？确实不错。那咱们看看人工队的效果怎么样，好吗？可以。好了，来。这个是我们人工队，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它这个干净啊，它这个好像这个草子怎么给弄下来了？这个黏糊做活就做的不好。你看这个草子，这么大的草子，风还快要丰收的这个草子，你看给我弄掉了，这个挺可惜的。那他们一个人工这个，你就觉得破坏了是吗？破坏了，你看这个土以后给我弄的这除弄山，正常我不会除弄山的这个草。那你平常是怎么除草呀？平常以后我们慢慢的以后，浅的以后这样保护以后，一是以后保护这个植被，再一个呢不伤到我们的草子。你看这个草子，哎呀，你看这一棵树给我弄下2个草子来，这样就不行了。为什么桃树嘛？我们称说是桃子，下来以后这个桃子弄下来以后，那这个效果你就是还是不行啊。那从质量上讲，以你角度评价，还是我们机器领先。应该说机器这个以后效果比较好。那这个效果跟你想的一样吗？
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个机器的时候那这么的，既然质量咱们高的话，咱们看看那边干活，咱们看看那个咱们的速度怎么样，看看是不是速度和质量咱们都领先。哎，对，那行，咱过去看看走。显然，在质量上，微耕机得到了认可。那么时间上，两队又如何呢？我来给那个咱们当时家看了一棵树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树现在是非常低。我们当时应该是22、23秒，大概一棵树。加油啊！往前干！对。哎，书记，我问一下，就是您现在看咱们现在比赛的过程中，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行吗？还行。你还有信心？还有信心。啊，好，那咱们再看看，我们刚才跟果园主说吧，就是这边没你们这边干净，但其实这边保护了这个植被也挺好的，草都打碎了，咱们这边还是整棵的往下拔。这么看，他这个这么看走的也还行。也还行是吧？我们把铺的也不慢，我觉得。啊，我还是觉得。咱们再看看速度，看看速度怎么样？对。综合评价一下，好吧？咱们这边还行吧？可以。这还挺快的。比赛完成了大半，两队一直齐头并进。加油啊！张师傅这边飞快的前行，很多情况不得不跪地操作。眼前这最后一棵树，也使他最终领先了人工队，取得了速度和质量的最终胜利。张师傅发明的微耕机是一种灵便高效、安全性强的小型农机具，它广泛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地块，配上相应的刀具，可完成地里所有农活，为广大农民耕地提供了新的耕作方式。发明人制作的这台微耕机，相对于现有的农机具呢，具有小巧轻便的特点。另外，它也进行了安全性设计，在各种危险状况下，它可以实现有效的保护。我们也希望发明人能够把这些移植到现有的这个大型农机具上，以推广这些新的技术思路的应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要告诉我们，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，还有新浪微博。今天也再一次感谢科学顾问彭老师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。它具有很高的承载能力，能够抵御外界的冲击。哇，厉害！它们貌不惊人，却有着不可小视的能量。危险的时候，他们能否一击即破，为我们打开逃生的通道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迫在眉睫。